睇實際嘅需要，同埋究竟個部門佢自己嘅同事們佢哋嗰個表現。咁我相信呢，即係喺我哋警隊嘅同事們嘅表現呢，每一次有新嘅一啲政策上面呢，其實喺未有一個好詳細嘅簡述嘅時候呢，好多時咧大家都會有一啲嘅猜測啦、疑慮啦。咁呢個好正常嘅。另外，田心警署下個月底將會停運，但係保留報案室有限度服務。就有明話係檢視資源同調配嘅決定，亦都唔係警隊第一次。無線電視記者劉俊玉報道。天氣方面預測天晴，下晝極端酷熱，吹和緩西至西南風。展望聽日部分地區極端酷熱，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。隨後2-3日天氣漸轉唔穩定，間中有驟雨同雷暴。而家氣溫係33度，相對濕度63%，紫外線指數係11，強度屬於極高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。環保署公布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嘅水平。跟住有張華麗影。